大家有冇諗過買六合彩又或者係其他嘅彩票啦？真係有一日自己中咗嘅話，你又會點樣去運用呢一筆橫財呢？以下落嚟呢一位事主呢，其實佢對呢一樣嘢佢未先諗就有另外一個煩惱啦。佢呢一個咁幸福嘅煩惱呢，就係中咗彩票之後有兩種好引誘人嘅選擇。到底係立即拎走晒100萬嘅加幣，定係每個星期拎1000蚊加幣？而且呢1000蚊呢係終身可以拎到噶。大咪呢就俾大家時間去諗一諗，究竟你嘅選擇係啲乜嘢？喺大家諗緊嘅呢段期間呢，大咪就去講下佢呢個女仔點樣做選擇，而且佢呢一個選擇呢係驚動咗加拿大嘅首富同埋幾位嘅學者同埋理財人士呢去分享佢哋嘅諗法。大家好，歡迎大家打開 PS News。喺呢一集影片開始之前呢，大咪先邀請大家俾個讚好，俾個 like 我哋先。如果喜歡呢一集嘅內容嘅話呢，歡迎大家可以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噶。如果仲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朋友，歡迎你訂閱佢，記得開埋個通知啷啷，有新片新直播就會立即通知大家。做影片呢一啲都唔容易噶，所以我哋好需要每一份嘅支持力量，多謝大家。今集嘅呢一位幸運兒啊，就係20歲嘅 Quebec 女仔 Brenda Abin-Vega。當其時呢，佢係做下嘢，去咗一間便利店嗰度買咗2張刮刮卡嘅彩票，而嗰間便利店呢，就喺 Montreal 嘅 Saint-Laurent 區域，佢呢就喺嗰度返工㗎。阿 Brenda 形容自己呢刮出嚟知道自己中獎嘅嗰一刻呢，簡直係唔相信自己隻眼啊！佢一次又一次咁檢查嗰一張彩票之後呢，就打電話俾佢嘅爸爸報呢個喜訊俾佢聽，而且立即呢去請假唔返工啦。Brenda 呢係贏咗 Quebec 嘅彩票公司 Ludo Quebec 嘅終身贏家 Gagler Evite 彩票，而且係贏咗最高嘅獎項。呢一個嘅彩票呢，對外宣傳話個獎品呢係終身每個星期可以拎到1000蚊加幣，但係喺細則入邊呢，亦都講明話中獎嘅人呢係可以選擇一次性拎晒100萬加幣。Brenda 最後嘅選擇係放棄一次性拎晒100萬加幣，選擇咗終身每個星期拎1000蚊。Brenda 嘅呢一個決定呢，喺社交媒體上邊係引發咗好多人都去爭論，甚至仲驚動咗加拿大嘅首富同埋好多位嘅學者啊、理財人士，大家一齊去討論。美國同埋英國嘅媒體見到呢一個故事呢，亦都討論埋一份。加拿大嘅首富趙長鵬呢，就喺社交媒體 X 上邊呢，就發文話，如果佢今日呢拎到呢一個100萬嘅話，可以加倉比特幣，然之後就每個星期使1000蚊加幣，成世人落嚟呢，仲能夠剩低幾百萬，幾年之後就好清楚啦。佢仲假設 Brenda 如果能夠活到100年，咁都係只不過能夠拎到500萬，仲未考慮通脹。多倫多大學統計學嘅教授 Jeffrey S. Rosenberg 就表示話，呢個問題呢，其實係冇一個簡單嘅答案嘅，佢有一個顯然易見嘅答案，但係同期時呢都存在好多變數。佢話呢，加拿大嘅女性平均壽命係超過80歲。簡單計一計啦，52個星期乘60年再乘1000蚊加幣，如果係真係咁樣嘅話，佢能夠一生人呢就拎到大概係312萬加幣。但係問題嚟啦，一般嚟講呢，而家拎到嘅錢比將來拎到嘅錢係更加有價值噶，因為呢，你拎到錢之後，你可以拎去投資，而且投資呢係有望帶嚟更加多嘅財富。佢仲講話，如果以年匯率6% 嚟計，100萬嘅加幣喺60年之後，理論上邊啊就可能增長到接近3300萬嘅加幣。而前提係呢一筆錢呢係完全唔喐，從來唔拎走嘅，唔會使咗佢。Jeffrey 教授呢仲話，另外一個問題呢就係未必能夠一定生存到80幾歲。如果提早離世嘅話呢，就冇辦法保證能夠拎到全部嘅金額啦。嗱，與此同時咧，社交媒體上邊真係有好多人去評論呢一件事噶，有好多人咧都認為 Brenda 咧係冇做出最好嘅選擇。雖然有人話咧佢係年紀好細啊，未來仲有好多個每個星期1000蚊加幣，最終嘅累積金額咧可能達到可以拎到幾百萬。但係更加多人都喺度講緊咧，通脹係會不斷侵蝕呢一筆星期收入嘅實際價值。而如果精明啲，投資中等水平，靠利息同埋分紅呢，就可能超過呢一個嘅數額。
而仲有人呢，就講話彩票公司又或者係第三方啦，正正就係通過投資嚟支付佢呢個未來終身獎金。而呢一樣嘢呢，原本係佢可以自己做噶。大家呢都有唔同嘅意見啊。但係學者呢，就認為呢一樣嘢呢係一個心理嘅問題，亦即係生活方式嘅考量。佢話咧，有啲人可能係會非常之享受突然之間擁有100萬加幣嘅呢一種感覺。你可以選擇去一個好夢幻嘅旅行，買各種貴嘅嘢嚟滿足自己。而每個星期拎到1000蚊加幣呢件事呢，佢就認為從長遠嚟睇呢，喺心理上邊呢係一件好事，因為呢係唔會令到你生活喺短時間入邊發生好大嘅變化。佢仲舉咗啲例噶，佢話如果中咗一筆大錢嘅人呢，通常都會冇咗一啲朋友。因為你冇辦法再信任其他人，有啲人呢都會係衝住你啲錢而嚟。人有錢呢就會做出一啲比較差嘅決定啦，例如係酗酒、吸毒，又或者係將啲錢呢浪費喺賭錢上邊。中咗咁多錢之後嘅人呢，反而就變得更加唔幸福啦。所以相比之下呢，佢認為每個星期拎1000蚊加幣呢，就唔會令到你嘅人生失控。最後幸運兒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Brenda 就話佢呢並唔覺得自己放棄咗100萬，喺佢眼入邊呢，佢只係選擇咗一個更加安心嘅生活方式。佢話每個星期拎1000蚊加幣呢，係意味住佢嘅房租壓力可以減輕到，可以慢慢規劃自己嘅未來，唔需要因為突然之間有咗好多錢呢而做一啲好急嘅決定。同時呢，佢亦都好坦白咁講話自己呢係唔擅長投資，對於一啲金融市場呢缺乏一啲信心，所以呢，佢更加願意選擇簡單明了嘅方案。喺呢一個咁快速致富神話嘅時代啦，呢一位20歲嘅後生女選擇咗慢慢行，穩穩陣陣咁生活。對某啲人嚟講呢，呢啲錢可能係一啲數字啦，而對另外一啲人嚟講呢，財富就係佢哋嘅安全感。而 Brenda 佢選擇咗後者。呢個議題其實真係幾有趣噶，而且係一個咧幾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問題，令到大咪咧亦都停低落嚟諗一諗。大咪嘅答案呢，應該係會立即拎走100萬加幣先啦，因為大咪咧係冇事主咁後生啊。最後大咪咧要提醒下大家，加拿大首富所講嘅投資咧，其實真係都會有風險噶。投資嘅嘢咧唔係買棵菜啊，千祈唔好人哋講你就要跟住做啦。唔知大家對呢一個中咗彩票嘅呢一件事選擇會係啲乜嘢呢？留言話俾大咪聽啦。我係卡卡里大咪 signing out。喜歡影片嘅話，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開埋通知啷啷。我哋一有新片同埋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我哋下次再見。